阿難問佛陀：點解有人念佛一生卻不得往生？佛陀三句話道破其中玄機。念佛法門號稱三根普被，利鈍全收。照理話，只要至誠懇切咁念佛，臨終必能得阿彌陀佛接引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然而世間卻常見此景，有人數十年如一日誦經念佛，課誦從不間斷，臨命終時卻不見佛來接引，甚至諸多業障現前，神志紛亂。呢究竟係何因何果？當年阿難尊者亦為此事深感困惑，特地向世尊請示。佛陀嘅開示三句話就點出念佛不得往生嘅根本原因，令在場諸弟子無不恍然大悟。嗰係一個黃昏，佛陀於舍衛國祇樹俾孤獨園說法。阿難尊者剛從城中托缽翻嚟，面上帶住幾分憂色。原來阿難喺城中遇見一位老居士，該老居士修行念佛已如20載，每日清晨必定起身誦經念佛，未曾間斷。不料數日前，其妻臨終之際，雖亦為多年念佛之修行人，卻痛苦萬分。唔單止未見佛嚟接引，反而神志紛亂，口中棒語盡係過往恩怨。老居士悲痛莫名，緊握阿難之手詢問：尊者，我妻誠心念佛多年，點解仍不得往生？莫非念佛法門有何偏差？阿難當時亦難以作答，只得略作安慰，便離去。然而此疑問卻縈繞心頭，難以釋懷。回到精舍後，阿難合掌恭敬問佛陀：世尊，弟子於城中所聞之事，令我困惑不已。念佛多年之人，臨終竟不得往生，此為何因？佛陀慈顏望住阿難，緩緩言道：阿難，你話佢念佛多年，可佢念嘅係邊尊佛？阿難一愣，道：自然係念南無阿彌陀佛。佛陀輕輕搖頭道：念佛有3層境界，第一層口念佛號，心繫塵世，口中雖念阿彌陀佛，心卻掛念世間嘅是非恩怨、兒孫財物，此為口念心不念，有口無心，縱念千年，終難往生。阿難若有所思，再問：咁第2層呢？佛陀答：第2層心口相應，信緣不真，念佛雖專心，但目的不純，求子、求財、求平安，皆視佛號為祈福工具，並冇真信切願。如此念佛，焉能往生？阿難恍然追問：佢第3層呢？佛陀目露慈光，道：信願具足，念佛必定得生。此時眾弟子亦聚攏過嚟，悉心聆聽世尊法語。佛陀續道：汝等可知，何以有人念佛數十年不得往生，有人數月即得接引？端在於心知純正與否。如嗰位老居士之妻，雖念佛多年，心中卻難捨子女、財產、姻緣，此種念佛同極樂世界之稱正無相應，又焉能往生？阿難問：世尊，咁如何念佛方能真得往生？
佛陀答：念佛之精髓在於一心不亂。然所謂不亂，並非冇雜念，而係信願專一。若一邊念佛，一邊懷疑，一邊求往生，一邊難捨娑婆，此如腳踏兩船，豈能達彼岸？大迦葉尊者問：若念佛多年而仍心生疑慮者，當如何辦？佛陀曰：而唯信之對治，當深入經藏，明理起信，知阿彌陀佛之願，知極樂世界之恩，知念佛法門為易行之道，自能破而生信。並且當常觀娑婆之苦，生老病死，愛別離，怨憎會，求不得，苦苦逼迫，真實不虛。知苦則生出離心，有出離心則生切願心。阿難又問：若有人自然信願具足，臨終卻仍遭業障纏身，不得往生，何故？佛陀答：須觀其信，願是否真實。若真信極樂，當淡泊世緣；若真願往生，當舍離塵勞，口說信願，而心戀世間，終究係虛言亦。臨終時所現業障，即平日執着所致。舍利弗尊者問：如何於臨終時保持正念，不為業障所轉？佛陀言：當平時勤修戒定慧，息滅貪嗔癡，戒防非止惡，定伏妄念，慧破無明。有此基礎，臨終方得正念相續，並應常觀死無常，人生如朝露，轉瞬即逝。念死無常，則不被假相迷惑，自能生起求生淨土之迫切心。最後，佛陀總結道：念佛法門雖簡，然得益須具三要：真信、切願、力行，缺一不可。眾生不得往生，往往因信不真，願不切，行不力。若能明白此理，念佛方得力，往生自有把握。眾弟子聞已，皆大歡喜，稱善頂禮。阿難亦解開心結，誓願將此法門廣為宣說，利益眾生。此時遠處傳來鐘聲，喚眾人晚課。佛陀起身，如輝灑落其身，莊嚴無比。呢次開示唔單止解答阿難疑惑，更為後世念佛行人指明正道。念佛一法看似簡單，實則深奧，不在念幾多，而喺信願真切。佛陀三語道破天機：有口無心，不得往生；信願不真，不得往生；執着不捨，不得往生。句句如雷灌頂，喚醒無數迷途修行者。